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來臨 RWW 開心 share 頻道，我叫阿的，我係 Winnie。今次為大家介紹呢3隻嘅聖誕優惠嘅錶，Diltor 嘅79363N。呢個 Chrono 嘅就係21年98%新嚇，而家做緊33,800蚊，聖誕優惠俾大家3萬蚊。咁另外一隻呢，就係126334 Datejust 嘅白面22年錶99新全套齊嘅 full set， 公司嘅正價嚇83,800蚊。咁而家做緊呢個優惠就平咗3,800蚊，8萬蚊。咁跟住呢隻呢，就係226659啦，42mm 嘅 YM 錶，2020年嘅錶嚟嘅，公司價呢，就係賣緊199800，咁而家咧就平4000俾大家，咁即係咧最後係195800嘅。咁呢啲優惠咧，其實我哋做到今個月咧就完㗎啦，大家手快有手慢冇啦。你哋有興趣就即刻聯絡我哋啦。大家留言中意啲乜嘢嘅，盡量配合大家。OK。你哋想平啲咩錶嘅話，話俾我聽，我盡量做俾你哋。祝大家聖誕快樂，拜拜。拜拜。